我相信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这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他引导我们越来越像耶稣他自己。我用这首歌跟大家分享。马太福音11章29节，他说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”所以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哈利路亚！